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早前喺網上節目批評港人引起爭議。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話：有關教授要為言論負責。而另一個參選人梁振英就認為有關嘅言論唔代表內地人。北大教授孔慶東近日喺內地一個視頻網站嘅清談節目上，評論內地遊客喺港鐵車廂進食引發罵戰嘅事件時，批評香港人受殖民地政府影響。我知道香港有很多人是好人。但是有很多香港人至今還是狗。特首參選人唐英年認為呢一位教授應該為自己嘅言論負責。香港人呢唔係狗，我知道呢，法治呢係我哋嘅核心價值。香港人呢係絕大多數都係好自覺性地守法嘅，呢個係值得尊重，呢個亦都表達咗香港人嘅素質。每一個人呢都要為佢自己嘅說話係負責。佢係一個大學嘅教授，一個教授應該有一個教授嘅品格。另一位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就認為應該積極解決可能出現嘅矛盾。孔教授佢番言論呢，唔代表內地同胞對香港社會嘅睇法嘅。我哋係咪應該多啲向外地人包括內地嚟香港嘅遊客多啲宣傳香港方方面面嘅規矩，包括呢喺地鐵裏面呢，我哋唔可以進食呢啲規矩。我相信呢啲呢，我哋應該從一個積極嘅方面呢去解決有可能存在嘅大家一啲衝突或者矛盾。批評港人嘅孔慶東曾經公開以粗言回應內地記者，引起爭議。有電視台報道，北大學生曾經要求校方辭退佢。很多學生也都不贊成孔慶東的做法，甚至還有學生發起了要求學校辭退孔慶東的活動。一些學生認為孔慶東的問題不僅僅是爆粗口，而是超出了言論自由的範圍，違背了教師的基本倫理。北大校方當時冇回應學生嘅要求。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道。警方計劃今年內成立跨部門網絡安全中心，監察本港主要網絡系統數據量，防範網絡攻擊行為。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話，舊年港交所披露易網站被黑客攻擊，唔認同中國人身份。佢今日接受內地媒體訪問嘅時候，否認自己講過呢啲說話，又指責南方報係惡意歪曲。行政長官參選人梁振英話，相信孔慶東嘅言論不代表內地同胞嘅睇法。而另一名參選人唐英年就話，香港人唔係狗，香港人絕大多數都係自覺守法，值得尊重。而作為大學教授，應該有教授嘅品格。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話，孔慶東嘅言論只係博出位，大家要理性對待，一笑置之。浸會大學傳理學會